大家好，今日我想同大家探討一個好有趣嘅題目——謙虛。講真，當初知道要講呢個題目，我個心真係離一離。大家試諗下，一個真正謙虛嘅人，係咪應該覺得自己未夠班，冇資格喺度教人呢？咁我而家企喺度，係咪已經唔夠謙虛？其實你覺得我咁樣做係咪真係謙虛啊？呢個矛盾就正正帶出我今日想同大家釐清嘅一個主題。到底點樣分到真謙虛同埋做出嚟嘅謙虛呢？我相信大家讀書都總遇過呢一種人，嗰個明明次次考第一嘅同學，每次考完試都一定同你講：死啦！我今次完全冇溫過書，今次實肥佬啦！結果呢，成績表一出，佢又係95分。嗰刻你個心係會覺得：哇！佢真係好謙虛喎，定係個心忍唔住講咗一句：唔好再扮嘢啦！點解呢？點解同樣係認低威，感覺可以爭咁遠？我反覆諗咗好耐，終於發現個關鍵在於注意力放咗去邊。假謙虛嘅人成日講我唔得，我冇貢獻，其實係用自我否定係嚟引人注意，等大家反駁佢、讚返佢。佢哋嘅焦點由頭到尾都係個我字。相反，真正謙虛嘅人唔係睇小自己，而係唔會成日諗住自己。佢係會欣賞件事本身，或者多謝身邊嘅人幫助，將目光放喺點樣進步同埋人哋嘅付出度。真正嘅謙虛其實源於內心足夠自信。你清楚自己嘅價值，就唔使成日人哋肯定。與其糾結我睇起嚟夠唔夠謙虛，不如將注意力放喺外邊個大世界，欣賞事情嘅趣味，承認人哋嘅付出，擁抱自己仲有好多進步嘅空間。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。當我哋願意行出自己呢一座山，從更多角度去睇個世界，自然就會明白自己嘅位置，學識欣賞其他人嘅風景，成為一個真正謙虛而令人舒服嘅人。